小姐，你会晓办甲袂晓办？会啦会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卖使叫我阿婷。咱人生的顶半场，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，无人版，才算水要安怎？这人生嘛是一个困扰。这个农作物啦，上惊的就是风台啊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。100分啊！会当行着爱世界行行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，哈哈哈哈哈，几岁拢无要紧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若是讲认真算起来啊，我伫咧全台湾四界西4过摆吼，已经超过15档啊。所以讲吼，我有看到着一个现象，就是咱农作物吼是一年一年大，但是咱人是一档一档老。所以咱这回人生下半场的练习，就是要从大家同齐来想一下办法，到底咱做农的时段，若是面对家己的体力甲精神愈来愈无法。这是要安怎较好？车来啊，车来啊，就车。头拄啊，我对台南的生涯上车坐这帮客运，咱要往家己的异地。照安尼讲起来，也就是讲，住伫咧异地的乡亲，伊若是要看医生、摕药啊啦，还是要买物件，还是讲吼要搬车，就是爱对异地去甲生命。照你讲，坐这帮客运，会用直接坐到位去找我的朋友。啊，毋过咱今仔日时间还阁真长的，但我想要来异地的街仔路来老老实实的。多谢你，辛苦啊，多谢。咱即马来的这条街是嘉义县义地乡的老街，因看到有一寡五金行，还佫卖目镜的、卖手表的、卖卡垫的，还佫有做头章的美容院发廊，这真正做有迄个古早味的感觉。居住正义。古拙拓宽，安尼看起来啊，这条旧街有可能未来会甲拆掉。想想的吼，
疫直会用讲，即马是咱全台湾第1名，啊无就第2名上老的乡镇啦。啊，若是讲伫咧遮尔老的一个所在，煞看无一条家己的老家旧家，安尼袂感觉真可惜吗？我是感觉足无彩啊，嘛感觉怪怪。不要紧啦，不管伊的命运是安怎，我即马吼好好啊甲翕起来，安尼吼较要紧。阿姨，你先上车，我对你的脚步。咱即马坐这班公车哦，是嘉义市4号4号总干线哦，咱算是为北平行哦，要来甲一直较北平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叫做东后寮。去遐要创啥呢？是来找一个我的朋友啦，伊差不多是中生代，无算时代的一个年龄哦。啊，伊足特别哦，伊对细汉到即马。拢住伫咧东后寮，嘛伫咧遐做事食头路。啊，伊讲吼，东后寮是伊的故乡，嘛是伊上爱的所在。所以吼，我想讲来找伊，看一下咱东后寮遐的时代是咧过什么款的生活。东后寮，那么冷。下车。拜拜。喂，副总，我到恁工厂啊啦，歹势。等你等足久啊！哦，歹势啦，头拄仔坐公车慢慢回来。我这整个所在歹找啦。没啦，好找。哎呀，哎，我要看迄个。啊，你讲要看洗床水？对啊。好啊，行，这现场都在无用。即摆咧无用啊吼。看拄好，好。咱在做食品的吼，爱较注意的，卫生问题。啊，就较卫生、较安全。所以我带你看，这种今仔透早现收的酸水啦。哦，这一档拢是伫咧咱东后寮才收的，所以即马就是咧洗。对，酸水18，你有看无？哦，对，真正是18呢，这有迄煲呢，我的煲。这怎样呢？吼，咱布红的啊，同款。伊内底还有这叶啊啦，也是还有迄茶枝。啊，阮这后壁还有水，这是滚水头的毛刷，用的是我车扫会来去掉的。对啊。对，伊等下会去掉的。会甲去调的。对。伊会来附着掉的，嘿。是。无法度夹掉后壁，反正我散开用人工来去。再好啊，甲用人工，这是父母就对啊。你看，这规划用偌济人来捡这物件。生水的选美就对啊。无后壁爱捡就爱拍掉，嘿。啊，是讲这生水安尼，紧甲接水，啊刷落来要创啥？要讲做啥？来，阮就来加工做生水食。生水食。哎。啊，生水兼生甜嘛有法度吗？有。哎，啊，所以唔就爱落控，还是落煮？爱落控。哦。我等下敢有法度紧来办？无法度啦，你是明仔载透早啦，这蛮晚啦。这嘛，哦，今仔已经收工啊，就对啊。4、5点就咧办啦。哦。真好命啦，你明仔载讲到这我8碗，嘿。哦，是。我4点半来起床啊，我带你来看。好。
山水安尼，互日头照落啊，哦，袂输那个红宝石，够水的啦。哦。哎，船长，高早。啊，好在好在。哎，大家你咯，阿姨、阿姊高早，阿姊也高早。好在好在。哦，大家拢喊你早起来哦。阮5点我就起来。 5点就起来。啊，是讲办生水为什么要较早哈？因为透早迄个较超前，迄个较新鲜啦。较超前是啥物意思？较超前就是讲较袂热。哦，还袂热。是。这个桑葚是惊放伤久，咱水慢水进抢，做起来品质较好安尼。足大粒的呢。搁油水足水。这个甜，阮遮产销班是用有机栽培，无使用农药。是。粒大汁济。是。搁会甜安尼。桑葚是宜得名产。是。咱就讲麻豆是油啊，阮迄个宜得遮是桑葚啊，船长，我要甲你教一步吼。我教你安怎摕下来，安尼，你安尼摕安尼。大家看这个生水比咱的，大粒的，对啊，较水的。系啊，这生水有比你的目睭搁大蕊无？较大蕊哦，较大。搁较大粒安尼，系啊，好。是讲为什么咱一直食的这生水会发甲遮好哈？是水质还是土质有适合？这宜得接触来迄气候，因若差不多平均25度左右。是。生水介爱济，地爱好，因为阮遮是迄个巴掌区的冲积土，足贵的。哦。这别个环境拢无法度，所有台湾就是宜得上好。是。桑葚上好。其实当时讲啊，船长恁哪捌啊，我都发觉到我后壁这生水吼，这后壁这生水一直咧纳米呢。无菜啊！系啊系啊，我也是吼，我感觉吼，我也是甲我的骹蠓吼放落来啦。啊，我要对这阿姨的骹步，即卖骹步来挽吼，我会用帮恁倒挽无？哎呀！这是阮的农会代表。哦，代表你好，你好。这因妈妈哟。妈妈哦。 90几岁哟。什么？90几岁。阿姨，你90几岁？大家啊，来看这个体格，这个精神。哦，90几岁，啊，你是安怎保养的哈？我足早就带着长lun啦，拢食五谷米。 五谷米，拢食五谷米呢。啊，是毋是拢无咧休困的？会动就动，啊，会用的做就做安尼，是毋是安尼？是哦。这生水吼，足打甜的啦，安尼手摸一下就来啊。嘿啊，这好办啦。 好办哦，这个好办啦，对啊，足熟的呢。而且伊啊，无办哦，随咱家己。对啊。大家拢爱办。另外，我发觉到一个现象，就是讲吼，伫别位啊，一般来讲，若是这水果咧采收啊，物件咧采收，拢会请一寡工人来。啊，伫咧食那个拢是在地较济，对无？像这老伙仔啦。 有我少年咱去外口做工啊，像老伙仔，老伙仔讲加减班啦。好。有。哦，若是无人办，老伙仔无法度办，这生水要安怎？这个这另外嘛是一个困扰。都互伊安尼落伫咧涂骹无菜去啊，对无？我正正啊来找遮的朋友啊，就是咱遮工厂的这个副总，我的朋友啊，伊甲我讲。 每一季生水咧采收的时阵啊，咱庄的内底的时段拢无咧看医生的。哦，身体大家真用，来办生水身体就好起来啊啦。是哦。若讲着要办生水身体大家好起来，拢真早好起来啊。拢5点外，起码5钟就拢随时远在办啊。小姐，你会晓办啊？袂晓办？会啦，
真正吼都是哪慢哪落啦。安尼敢是正常的哈？系啊，正常啊。因为伊有够熟啊，对无？啦。四个人吼，我逐个我都感觉足唔甘的呢。诶，感觉唔够对啦。系啊，咁伊就要落刀无法度，没无法度休息啊啦。休息啊。哦，即马你看，大家看这粒，大粒的吼，比我的这个镜头毛搁较大。较大颗。对啊，你看你看，嗯，对。纯粹是过了有够水的，这嘛爱落肥吗？哎呀，嘛是爱，哎呀，嘛爱照顾爱。饮水啊。啊，所以伫咧遮的时段，常像即嘛，你安尼伫咧遮庄仔内，都是一冬拢咧顾这生水嘛，还是啊，还有其他的石头咧做。有啦，啊，阮年岁是拢无咧做啥货啊啦。哼哼哼哼，拢拿这满生水较出来咧，加加嘛安尼照顾安尼。是，对啦，啊，无袂过啊啦。真遮拢真拢全老人啊。咱庄仔内拢老人啊，啊，少年的去对啊哈。这敢会用的直接食，哦，这无头药袂要紧。食看卖。你若煮点大粒米吼，食甜甜啦，袂酸哦。一丝丝啊，一丝丝啊酸。小块啊，小块。但是清甜，爱食有够济。高啊！咦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我差点要抢水。你好，你好。耶，你有看过我？这不是人啦。是啦，你好啦。啊，你轻的我来。我其实嘛无介轻呢。哦，你班有够济呢，你哪遮厉害？哦，那个是谁啦？我想讲，你哪会遮厉害，班到遮尔重，结果这顿汤是水啦。知道那平均才不会哦，消胎。啊，你有智慧？几胎？几胎13啦。13。13件。大哥，今仔日生日有福气，你要来帮我试食一下生水无？好。我是感觉讲这的生水吼品质有够好的啦，所以我想讲一寡创意吃法。搭配的应该是白的。请。桑葚有猪啊，海干干的，刚好搭配。是吼，我伫厝的吼有试过的，桑葚吼配这个物件有够下洗衣梳、洗衣霜啊。对，豆豆。这么多，中午不用出了。豆虾。洗衣霜。这个稍微有腥味嘛。是。我搭配桑葚哦，搭配蛮不错的。袂歹对无？有淡薄仔迄个山珍海味有夹掉，迄个夹味有夹无哇？对。哦，好，安尼我遮有一个这，麻烦你帮我，你安尼要投给谁一票？齐玉松，好，过来。好，人咧无闲，我共拦截，请人去食。多谢大哥，感恩。俺去等回去吃。来，遮有创意生水的食法，cheese 加生水的。来，感恩啦。请用，吼，帮阮食看卖。一定好食的啦。嘿嘿嘿。金扇啊，
汽水属较重口味。嘿嘿嘿，啊，有淡薄仔牛奶味安尼，有啊有啊，有吼吼，豆腐的哦。嘿嘿，豆腐甲酸水，嘿，你帮我安尼一喙食落，看卖，豆腐口感其实足好。真正诶，豆腐伊有食吧，尤其豆腐有食到有迄个豆香，啊，你才酸水，酸甜类，对哇，对吧？我这点海苔呢，八丢面，我袂记咧，我哦，你记哩啦，我也先甲炒一个，系啊，海苔有一点仔海味的感觉，是，啊，你食的口感。嘛袂啊，歹，酸性食，所以第一名是豆腐，第二名海苔，第三名气死。气死。请坐，请坐，趁即嘛无人，你先帮我食这味。来，这是你点的酸水甲海苔，请。多蔬菜菜，零丁。这是洋芋片加酸水。这口味较淡，口味较香。我搁帮你复习一下，你有食洋芋片、豆腐、海苔，较酸。嘿，好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谢谢，谢谢。000清清清，都是较大众口味，可能就是豆腐啦，吼。啊，若是讲较特殊的吼，啊，食起来口感嘛袂歹，可能就是海苔啦、鸡酥，啊，可能都是洋芋片。洋芋片大家拢讲好食呢，但是拢无人投票。我跟你讲个3打吧。对啊。我打。好，你寒这唔通伤贪心，哦，为咩啊呢？哦，真正大家哦，为着要采收这酸水，就拍拼的呢，真理解。哦，差不多管遮济好的酸味料理吼，对啊，大家大家真欢喜哦。嘿嘿，哎，你看，这侪项，啊，遮济啊，伊就我是爱食起司啦。起司哦啊，好，请坐，请坐，副总，来，请来，看到你嘛伫咧遐咧斗相共，请坐。啊，我有传家创意吃法啦，来，请，那迄个手卷的，手卷。对，啊，你讲海苔嘛吼，海试过买啊。气味真正袂歹。真正嘞哦，这食落就马上就学落安尼，这海苔酸水的。有当时我感觉吼，这传统的物件要互伊用个延续落吼，我感觉都是爱有新的刺激，安尼讲才有活开发出来。对啊，所以讲我都真好奇哦，像是船长你是顶一运的，吼，就是算是长辈啦，时大啊，副总咱算中生代，对无？啊，两位是安怎会有这个缘分，会用合作来把这个酸水推撒出去？算是伫遮应该有20外档的迄个产业啊。是。啊，早期就是因为慢的了后，无人通好收啦。你是讲慢落来了后，啊，煞无法仔来收？卖出去啊，无人买。嘿啊，卖出去。是。啊，像老伙仔人伊佫唔甘啦。邱船长讲啊，因为我本身我是冷冻工具。哦。啊，邱船长讲啊，无船啊，来配合看卖啊咧。船长来收起来了，我换再入公司。啊，落清洗了，吸收冷冻。正常来讲，一年就敢一个月食一个酸水尔。是。啊，所以我尾来改做冷冻了，即摆消费才一年300多万，拢有当食酸水。这回我来甲伊直食，吼，来甲东后了食。你看的这时大是真正70岁、80岁，甚至头拄仔看到90岁，还搁咧挽酸水的。啊，所以讲恁敢会烦恼讲我啊后日敢会有人来挽酸水啊？袂当接啊。无接啊，啊，迄个老吼，为了真正身体无法度人挽。事实讲的啊，人阮迄阵吼有30几个助攻的，
所有志工比我较侪岁，迄当阵的志工比比我较侪岁。啊，我都80下啦，爱你看嘛，拢90啦。啊，即摆遐长咧？啊，这拢老的啊。你讲比，我你90岁，啊90岁迄个等于90岁就是我的基本的助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讲要叫伊出来做，咱嘛唔敢。陈柳，咱做一定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啊，就庄卡就是我感觉讲啊，就是老化，这是台湾目前面对的问题。对。哦，其实嘛讲讲当下疗愈这讲遮啦，其实是每一个拢共款。真正咱台湾是一天比一天搁较老，一年比一年搁较老，所以讲吼，真济问题伊是当咧发生，啊，但是现主时若是咱会当有一寡方法，会当有一寡想法。方法当破。系啊系啊，啊，就是大家来讨论一下，我感觉这可能都无共款的可能会发生啊。希望是安尼啦，希望啊。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在台湾，若是用中央山脉做一个界界，西部就是台湾的金山，东部就是台湾的后山。咱即马吼来到这个所在，应讲是后山中的后山，台东。哦，每一回啊，我若是对台北来到台东这个所在啊，我拢感觉有够远的啦。啊，毋过吼，看到这风景这么水，心情就介好，袂输敢若出国的。但是我感觉这是吼，我一个外地人的想法。伫迄台东食做农的做事人，因可能都袂安尼想啊。因为吼，每一天日头吼，伊是第一个照到的。啊，每一道若是有风台的时阵吼，第一个扫的嘛是东部食。咱等下吼，要认识东部农业人生的下半场。要往地本遐过去啊！哎呀，原来是会忝的，你啊，够水的风景。哎，张大哥。哦，多谢，那等你待下久，还唔是要来到整理园啊？系啦系啦，啊都，这个哦，这山路有够惊的啦，我爬袂紧啦，歹势。了了啊！哦，等我，连咪来，莫做伤济哦，好，连咪来。哦，走起来，哇，真正会喘呢。哎，正经来毋是拢树影啊？哦，看起来这件风台哦，有够厉害啦！这树啊，那个拢扫了了啊呢。张大哥。哦，等你来整理园啊，待下久。歹势啦，啊，物件有走无？啊，紧啊，树啊拢倒了了啊。哎，我是有诚意的哦。你看，我家己炸这面筋啊啦，切干的啦，啊，搁这手龙。哦，手龙啊，我才有准备去啊。这本底是发伫咧树顶的，哎呀，啊，风台甲扫落来。啊，风头啊，规个树尾拢凹断去啊。这是啥物树？这加冬。加冬，加冬毋是你甲我讲的啥物被动收入吗？都是种咖啡啊，兼种这加冬，对无？啊，这大长了，啊，这嘛是价值的树啊。系啊系啊。啊，佫会使甲咖啡炸黄炸红啦。啊，所以即届啊吼，风台风头啊。树尾断去啊吼，啊咖啡较无啥影响到啦。你看，佫有嘛是佫有啦，几丛啊佫老的。哎，啊这就是佫会发啦，不要紧。啊，这就是爱整理这个环境啦。好，我听到这句，
不要紧，对，就是继续做的啊。哦，来，开工开工。来，咱这个树尾啊吼，安尼来锯掉。好好好。啊后壁迄树尾，啊我锯较粗的，你锯较幼的。我安尼敢有需要收我的动作，还是我的速度？你就是去互长就对啊。哦好，免讲啊济啦。啊，你爱训练啦。哎啊，你等下来，这尾啊吼，咱那个斗搬来去园间的。好，行。哦，较细腻的哦。哦，这重哦，树尾拢长去啊。对。较细腻的，较细腻的。加重对无？对啊。真重呢。啊，树尾长去啊。我操！哦，来，较细腻的哦。好，啊，这会当搁有啥物价值？会使用迄碎枝机啦，嗯，啊会使甲这树尾啊吼拍好脆啦，对啊，啊做有机质啊，甲拗掉。好长哦。哦，来，这哪一个弹弓的呢？来拍胶啊！落个夹，落个夹有无？你真的会使做些新的。够水呢。小心小心小心！嗯，哦哇，我来比。哦哦，哦，100分啦！多谢啦。哦，树尾哦，你去长去啊，厉害厉害！神力女超人，加油！没问题啦，我就是要来练习的啊，免讲安尼，拢无出啊。尾也爱搁请人来请，还是你家己载？啊，家己清啊，啊，顺便搁整理这咖啡장。哦，这都是咖啡장，乖乖，乖乖。会安尼游泳呢？这风台遮严重，伊搁滴的。种这个农作物啦，上惊的就是风台啦。对啊。啊，逐摆风台来，就拢是打台东。大家人看新闻讲啊，对台东来，对台东登陆。哦，听到你会听到足惯势啊无？还是？听到就皮皮喘啊。是哦，每一摆听嘛是会皮皮喘了对。啊，风台来就皮皮喘啊。遮尔辛苦的代志，你嘛是坚持要做就对啊。啊，咱就是食即个土地，就是一食。啊，咱会种的作物就是一食。啊，无大啊，也即个土地，啊，甲阮饲大汉，啊，搁转来食。啊，早的拢有种较传统的作物啦，像柑仔、梅啊。梅啊。啊，槟榔树啊。啊，我转来接即个园仔了后，我才开始种咖啡的。为虾米你无爱接爸爸的手，继续种遐较传统的，较咱咧讲市场较大的作物啦，嘿。因为你这较传统的作物啦，吼，伊的价少，啊，拢较无好啦。像你啊柑仔啦，这价少单价，啊，无像咖啡的单价遐好。比咱温泉，日本温泉才是一个观光的景点啊，所以讲看会使种一寡作物，会使结合观光旅游。啊，种咖啡拄开始种嘛唔捌啦，嘛是爱去学啊，嘛去学习啊，去上课啊。迄当阵嘛算是试种啦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你应该无讲一个啊就种足大片的吧？拄开始种就种3架。哎呦喂啊，心脏有够大粒的啦！这咖啡种偌久才会收的？3年。这应该就是做事人做农的上基本的工课啦。咱那个有一句话咧讲，一个人咧行，行会紧，但是行袂较远。啊，一群人行，行较远。有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有？像我这咖啡这个产业啊，阮嘛有一个组织叫产销班。啊，阮嘛是一群人，这山头遮的啊吼。有种咖啡的，阮拢咧合作啊，然后成立成立一个产销班。啊，即摆我帮完因，今日有咧放咖啡，要来放咖啡无？爱。好。啊，无我即大哥
整理一下，这树尾咱买顺手拖出去。好，做代志爱安尼。哎，顺手。头有尾啦，啊树尾甲拖出去。哎，整理园啊。较少咧，我讲个白啊，你满园啊吼，这咖啡咱就爱收尾。哦，像啊吼，这较老的枝条有无？像这种较老的枝条啊。较老的枝条，较迄个叶啊，较无叶啊。嘿，啊，这较老的枝条，伊这生过了，这种的拢袂生。咱今年即季的咖啡豆啊，安尼看起来啊，即个品质也好啦，产量也好啦，都是各方面，你安尼算起来，今年是差不多在倒一个程度。今年的产量阁比旧年较济啦。较济，嘿，较济。哎呀，咱这产量啊吼有较提升啦，主要啊，咱啊修正话最重要的，啊，这老话这就无效啊，啊，一定要留这新话，新话新红伊才会开花。亲像进前有风台啊，对咱即届即个咖啡园啊，有啥物较明显的影响无？有迄个普通吼，咱这个咖啡吼，伊是足惊风的啦。啊，因为我这个所在算一个窟啦，四面都是山，它是一个山谷。啊，这个风伊是为海迄边来有无？啊，迄边的受损较严重，啊，我这窟伊就较无影响到。啊，我因方面就较食风，所以树啊、咖啡长拢倒了了。风到这边来，它就往这边吹啊，这样子吹过去。哦，拄啊好安尼闪过啦。那都要闪对啊，啊闪过了就先你去野去啊。对。拢顺着我迄边啊。所以我办理我较严重啊。林大哥，你本来毋是做这道的？是啊。对啊，你是做包啊，生意嘛袂歹。啊，你是啥物原因会对詹大哥开始咧种这咖啡豆哈？我都看咖啡足水的，安那提起我的兴趣啦。啊，搁一方面吼，年纪嘛大，想回归大自然。安尼种落来一路要10冬的时间啊，你的心得咧，你会感觉讲啊，真正是足忝的，还是感觉讲安尼选择是对的？到底是啥物款的心情？我无想到讲风台会拍到咖啡，从来我无想到讲风台会去影响咖啡。但是你种了了后，你就无法度啊，因为种的物件就伫园底啊。对。要放弃嘛，毋是；唔放弃嘛，毋是，就是变安尼。对啊，迄阵拄种，第一年第一届采收啊，哦，就放啊笑嗨嗨。对啊。第一届采收偌济啊？哦，迄年就咱就，迄年就收30-40万有无？有啊。詹大哥你是较少年，林大哥较年长一叔叔啊，所以讲你看安尼，林大哥安尼做啊，詹大哥你有想讲，这道要做到几岁无？哇，我嘛可能是做较老啊吧，因为自少年当来接山顶的工课，做事预做，嘛做20-30年啊，嘛是即马嘛50几岁啊，来。继续嘛是做这工课尔，可能会加种一寡作物啦，毋是单一咖啡。我来讲，应该是做到无法度做为止，要放弃这种物件，无遐尼简单啦。它跟我们有感情。所以每一丛拢是你亲手种落的吗？是，每一丛我亲手种。哦，无怪你讲有感情呢。无请人。我今日既然来啊。我嘛想要来采收啦，来斗做工课。对啊，听讲嘛是欠工对无？哦，有欠吼。视频很努力。唔安尼讲哦，詹大哥我头拄啊。伊记手啊咧，拖手尾咧。真的。对啊，我。你记手啊咧。好啊，那是半点钟尔啦，一工伊就剁不掉。3分钟啦。哦，3分钟。咖啡豆啊，我嘛有捌过。是
哦，你这鳗吼，是较红的，较红的。啊，我这会当食看卖无？你会当吃？会当食吼，因为我知影这无农药啊，而且吼，这你甲掰开。咖啡豆啊，有迄个，咱咧讲，甜甜啊。对，甜甜的果胶。我食呢，甜甜。系啊。啊种。淡薄迄个果子香。对啊。所以咧搞拢食内底，咧肉食，啊，你只能配涂骹去搞。这煮我讲会当加开。袂使。加开会安怎吗？我唔知会安怎，但是尽量唔好啊。我加开啊。加开伊看伊内底还佫一个，还佫一个，啊，所以讲你拍。你拍的时阵有无？你拍到内底这拢大概会使。哦，大家有看过无？这就是咖啡豆啊，加开内底就是安尼吼，啊袂烘的啦，青豆啊。对，鲜果。上青的，嘿，鲜果。啊，伊内底吼，我头拄加开吼，老实讲有淡薄迄个那个青土豆的迄个味。哦，是哦。吼，就是迄个果子仁迄个味啦。这张那个差不多啊。哦，这张慢慢，这张慢慢没有，安尼，啊，等下换下底张，迄张较济。这张足侪红的呢。对。哇，看了这心情介好呢。系啊。啊，你像这龟水有无？哦。这龟水我就拢安尼，安尼直接，安尼拌落去。哦，因为伊拄好规水拢红的，才会当安尼对无？系啊。哦，对。哦，规水的安尼拌。拌就较紧。各位厉害要来啊！即马张大哥咧做的这个步数啊，介厉害。这嘛是吼咱基本的温泉咖啡，甲别位上无共款的特色，就是伫遮。啊，咱咖啡采收了后，啊，就是脱皮，啊，用温泉水落去发酵，台语咩讲？发酵。吼，发酵了，啊，摕来即个机器内底，啊，来做干燥，哦，啊，互乾燥搭。即个机器呢，咱是用日本温泉遮的温泉水，啊，就你家看这会清烟的这温泉水，吼，啊，伊的烧度，啊，来甲咱的咖啡啊做乾燥，啊，互搭，因为咱这啊吼咖啡啊嘛是爱搭，啊，才会使保存啦。啊，无你啊吼生菇啊，就规个咖啡豆啊就报销啊。迄当阵是安怎会想讲要用这温泉来烘豆啊？是你想到，还是较早就有人安尼做啊？因为咱咖啡豆啊吼，拢是冬年的寒天啦，啊11月左右，吼开始采收到过当年的2月，啊这个时阵是寒天，无啥日头，吼啊搁熬落雨，啊所以咱啊吼一般传统的啊若要互搭，啊就是用食电的机器，想到资源温泉水，啊咱才袂运用迄个资源，啊用伊的烧度即天然的，免食电，免食油，免香茶，啊去污染着咱的环境，啊是一个做环保绿能的一个干燥系统啦。了解。这温泉安尼差不多几度？这个烧度起哩到拍出来是100度，来到这吼，咱这会超过有70度，啊内底室内温度啊超是50度左右。一般咧拍有当时啊2-3礼拜袂搭，啊咱用这啊3天至4天，你看你的量啦，啊量较济话，你超4天就搭，啊所以这台机器啊吼，
啊，咱就有请专利，啊，然后咱班员共同使用。啊，这个温泉水咧，嘛是爱足感谢咱台东观农会啦。啊，足支持咱在地农业，啊，提供这个温泉水，互咱使用。全台湾嘛无法度去找到这个甲咱同款的咖啡，啊，这个做咖啡的过程，啊，这一个创新啦。啊，要去办会啊。这刚今年的咖啡，这是旧年的。旧年。对。今年即马拄啊咧采收啦。上好热了啦。今年对恁在咧天气都其他都一点了，吼。哎呀，而且咧花芳啦、果子芳，果子的迄个甘味。啊，这个环境遮尔啊水啊，这是文哥你的旧厝嘛？对啊。这是你家己整理的嘛，还是甲爸爸妈妈、甲阿兄同齐整理的？是我转来陪爸爸妈妈先才开始整理的。我105年转来。啊，本地是做。我本地做家具。啊，伫台北做家具。啊，转来台东啊。啊，因为爸爸妈妈年纪无那有啊。我转来时，阮爸爸就86啊。哦，安尼即摆嘛90外岁啊。94。哦。无论你行偌远，总是爱转来厝的。对啦。对无？吼，啊，转来厝的，煞开始咧种咖啡，家己即个产销班。系啊系啊，是哪会有安尼缘分啊？啊，伊算咖啡上下先是阮爸爸因种几丛啊，尔尔，种无济啦。哦，本地爸爸因种了对啊。啊尾啊，班长因看到讲，哇，这咖啡这产量敢若还不错，啊因就对种先，到尾才组织这款的产销班安尼，无介大啦，我种只有5-6分左右，这包啊吼，这就是包你做的吗？林大哥啊吼做的。是这位。林大哥。带我去买咖啡豆的林大哥。伊这笋包做有名，做好食。是哦，哇，来食一个，食一个。来，再来食看卖，食看卖，你来食看卖。另外这位帅哥，伊是士官长吗？咱这职业军人退落来，啊就转来嘛是即摆拢咧种咖啡。是。啊，为什么会想要种咖啡？啊，爸爸他们之前就有种咖啡了。之前那个咖啡种是要给姐姐喝的。家己啉的。然后说他种50颗，然后就陆陆续续啊就，爸爸也老了，我们就接他后面就自己在那边种咖啡。啊，你觉得种咖啡会做辛苦的无？算还好啦，伊个长期哦，唔免定伫远啊啦。哦。哎呀，啊就是这样做一下看一下，只是除草而已啊。比较多了，啊，那个又不能用那个除草剂啊，大部分都是用砍的。哦，咱台湾的咖啡虽然好，但是咧，台湾咖啡的市场，敢若拢拍无啥开，对无？都是行销的问题，吼，要安怎卖，要安怎介绍，互大家熟悉。我感觉是咱台湾咖啡那个即摆吼较弱。比较弱的一点。即马主要咧做行销的话啊吼，我一年会参加2个较大型的展览会啦。透过这展览嘛吼，甲咱台东的咖啡撒出去。撒出去，所以拢是班长出场就对啊，啊个你太太小玲对哦，讲小玲就到啊，看到啊，看到啊。来，老板娘来。来啊！欢迎欢迎。你的味道好啊！听讲你是班会记录嘛？
对啊，请坐，名称叫班花。班花啦，真正诶，对啊。大家都签名了吗？还没。还没，安尼也无到用轮的，系啊，传过去，传过去安尼。香姐，这是最新的版本哦。林哥，会知啊？林哥遐迄个。你上慢来，咱无啉到。无，好酒顶暗底，好咖啡嘛是，我真正足欢喜的，甲大家安尼斗阵，因为我本来想讲，做农的足辛苦的啊，会做甲安尼。哪做哪嗨，没呢？我看到恁这顶是哪做哪笑，系啊，笑头笑面的啊。我拢是用手机啊，甲恁记录有无？吼，林大哥啊，吼，在那个甲记录。所以今嘛吼，我要反过来，我想讲，哇，在那个哇，你长进哦。我长进翕你哦。你教我翕一个，吼，表示讲我有认真来学安尼啦。啊，因为吼，都是拢。没。那个。你今天才笑来啊！你当来啊！加油！我这回来，我有诚意，哦，要甲大家鼓励，咱做一定来加油一下，安尼好不？吼，啊，我先看你有录无？还未，还没开始。好，啊，你等下慢个移动哦，你慢个徛起来。我慢个，搁会使甲拍特写。一、两、三、四，风台，卖国来，咖啡，紧大汉。风台若是硬要来，风调雨顺无在海。来，台湾农民101，台湾农民有够赞，台湾农业赚大钱，台湾农业世界第一。KMG 重来。无啦。